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是镜子。今天难得休息一天，我和镜子去菜场买菜。朋友们啊，看看我们这里改造的，具体是改造什么，我们也看不懂。是不是把污水管重新排一排啊？不过这里的我能看懂了，就是把树都锯了，这样不挡阳光了。先来做个核酸，真快，几秒钟就做完了。小区里的大树都矮了一半了。这样的生活是平淡的，也是幸福的。今天去买一个鹅吃，就说二村有个鹅蛮有名的，而且今天好像还是打折，我们去尝尝鲜。哇，二村这里5个小屋一起做，效率高。哪个鹅啊？这个吧。你们这边生意真好。我上周来买你们这个鹅好像没了。对，上周卖的更快。要不搭这个大的？这一定要搭的是吧？对。搭个脖子啊？镜子要不要搭脑袋？行啊。那就搭脑袋吧。搭头。好。主要你们周3打折。对。所以卖得快。这个店就你一个人，辛不辛苦？还好，反正习惯了。买好了，一盒45块钱。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。逛一逛菜市场，感受一下烟火气息。老板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这个冬瓜和这个冬瓜颜色不一样？一个白冬瓜，一个黑冬瓜，品种不一样。那味道都差不多吧？这个吧烧出来糯一点，这个烧出来硬一点。再买一个茄子，这样中午3个菜够了。Later。镜子吃饭啦！出锅了！冬瓜、茄子，白绿、黄色、黑色3种颜色。尝尝吧。哎，镜子，你看你弄了眼睛，再加搞了眉毛，确实比原来神气多了。不是我说的，是粉丝评论的呀。我烧的茄子怎么样？味道？忙活了一上午，终于能吃饭了。